恒生私有化，值得留意的幾個數字。恒生銀行的私有化，不只是資本市場的一則新聞，更是一場數字的交響。這些數字背後，既有掌聲，也有暗湧。第一個數字155，匯豐提出以每股155港元收購恒生銀行所有股份，較市價日價約30%。對股東而言，這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退出方案。第二個數字1061，匯豐目前持有恒生約60%股權，要完成私有化，需斥資約1061億港元現金。這筆龐大資金將由集團內部資源支付，顯示母公司對香港市場的信心，也意味着全面接管的壓力。第三個數字6.69，截至2025年中期，恒生的不良貸款比率升至6.69%，較去年底進一步惡化。這反映出在高息環境與商業房地產低迷下，信貸風險正在加劇。第四個數字48.61， 2025年上半年，恒生的預期信貸損失達48.61億港元，其中逾半來自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，這直接導致除稅前溢利按年下跌近30%。第五個數字30，日價30%的報價，既是股東的掌聲，也是匯豐展示信心的姿態。但市場也在問，這樣的代價究竟是長遠佈局，還是短期壓力的反應？光與影的交錯，這些數字既是舞台的光亮，也是潛藏的裂縫。155港元的收購價讓股東笑逐顏開，但6.69%的不良貸款比率卻提醒人們風險未除。匯豐斥資1000億，既是信心，也是壓力。1000億代價究竟是信心的豪賭，還是壓力的伏筆？免責聲明：本文僅基於公開資料與媒體報道進行整理與評論，旨在提供讀者參考與思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法律意見。讀者如需作出投資或商業決策，請自行判斷並諮詢專業人士。